为着阻挡非洲猪瘟，中央对9月初1开始禁止用喷饲猪1个月。环保署长今仔日特别视察新竹市的喷厂，嘛要求各县市这2天要做好准备，协助民众来处理喷。规桶的喷水经过人工确定安全了后，直接经过机器处理，过无偌久，喷水就变做会使再利用的培养土。为要防止非洲猪瘟疫情，中央宣布9月开始1个月内全面禁止用喷饲猪。环保署提醒民众一定要配合政策，阻挡非洲猪瘟。所有的厨余，因为原来有的可能他就交给养猪户或清理业再去养猪。 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去养猪，所以我们到我们指定的地点。但有的会担心说，那我到你指定的地点是不是还要付处理费？我特别强调，我们跟地方都谈好了，这一部分我们都免费收受，只要它载到我们指定的位置。目前新竹市喷水处理场，每天会使处理的喷水差不多12吨，若是有需要合作其他单位的时阵，上最会使提升到18吨。这个月这样的紧急措施，不管是用厨余处理，或者是焚化的一个状况，都让它消除它的病毒传播。环保署呼吁民众处理喷水要尽量用好打，另外针对不明来源的肉类，应该直接弹喷扫桶，千万唔通甲喷水放做伙，避免造成疫情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